Hello， 我係 Stacy， 今日我要帶香港嘅朋友一齊玩住佛山。佛山有啲咩寶藏位？介紹俾大家呢條超齊全嘅打卡路線。Let's go！ 第一站佛山祖廟。佛山祖廟亦都叫做北帝廟或者靈應寺。祖廟整座建築以木石材料為主，斗拱樑架全部都係用硬實嘅木料接準構成，係凹凸造型嘅傳統木材連接工藝。殿堂屋脊採用咗瓦脊公仔嘅裝飾，嶺南特色非常之鮮明。喺呢度可以觀賞精彩嘅醒獅表演、萬福台地道嘅粵劇演出，仲有令人熱血沸騰嘅武學文化。第二站筷子路，出發啦！呢度係一條隱藏喺城市角落嘅佛山老街，每逢春節大家都會叫佢做揮春街，係嶺南騎樓建築嘅打卡好去處。玩咗一日，係時候返酒店休息叉電啦。住宿推薦康德斯酒店，鄰近祖廟，方便舒適，配套設施完善，有恆溫室內泳池，喺呢度放鬆一下，舒緩筋骨，真係好 relax 啊！喺呢度你可以見到傳統嘅文化同國際時尚共存，歷史文化、藝術同商業融合貫通，龍塘詩社、酒行會館、鐘樓、嫁娶屋，仲有好多現代化改造嘅嶺南古建築，各種老字號店鋪同埋特色小店，令呢度成為咗充滿歷史文化底蘊最潮嘅打卡地之一。順德喜餅喺嶺南自古就名聲在外，喜萬年年係順德當地人最熟悉不過嘅老字號。喺呢度仲有一系列採用傳統烘焙工藝製作嘅點心，任君選擇。行咗成朝，不如搵個地方食下嘢啦。粥同埋火鍋大家都見得多啦，而將佢兩個一齊結合，你又試過未呢？冇米粥火鍋非常之特別，佢保留咗食材嘅鮮甜，同時間亦都食到粥底嘅微甜，穿梭喺古色古香嘅街巷中，感受嶺南本土建築嘅特色。呢一啲特色令佛山嘅歷史文化同埋城市脈絡得到傳承，激起新嘅文化生命力。本土潮牌 HEA 係醒獅文化同埋潮流服飾嘅完美結合。睇下呢件係咪國潮嘅頂流風格？又到下午茶時間，俗語話食在廣東，廚出鳳城。楊廷記有300多年嘅古法鹽焗技藝傳承，多款嘅順德經典美食可以一次過試晒。打卡嶺南郵局門口真係同郵筒一樣啊！特色嘅明信片，好有紀念意義。今次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過嚟佛山玩，拜拜。